中华管监府已经做了评估了，那非属于咱中华管监府权责单位，咱拢已经甲因通知了。属于咱的部分，我们也在编列预算逐年来改善。但是因为财政的部分，因为回桥这个部分几乎都是要我们自己来负担了哈。因为在公路的上面的话，几乎路权都是属于咱的东西，咱家己的。我们现在也在逐年把比较严重的逐年在做相关的一个整理跟改建的这个工作哈。那我们会汲取宜兰的教训尽速再来做相关的改善。这方面就是重要咱嘛希望讲中央也有法度的时阵加甲地方加一寡资源互咱地方会使迅速增加这种相关的围桥先来做改善，莫讲到发生代志的时阵不可挽救的时阵，大家都袂有